台南市衛生局動員東林相當用心來一出地腳，強調不需要護照，只需要健康的身體，就當登機飛日本。有這麼好康的代誌，就是市府慶祝母親節，為了守護媽媽健康，呼籲只要符合資格女性朋友，在5月1號到6月30號完成子宮頸癌加乳房電光攝影檢查，就有機會抽獎，全部獎項超過1000名，上大獎就是台南直飛日本的雙人來回機票。那歡迎在5月1號到6月30號這2個月中間來參加腹癌篩檢。那也希望各位好朋友不但維持健康啊，各位女性同胞不但維持健康，而且又有這個幾率抽中大獎，歡迎大家一起來哦。為了鼓勵女性朋友落實定期篩檢，特別在迎接母親節這刻，強調健康是予厝內人上好的禮物。所以市長甲所有民代貴賓共同號召，予媽媽在守護健康的同時，也有機會抽獎出國。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。